藥廠就抱怨啦，冇一套有系統嘅檢測認證可以依循。但係即使本港有完善嘅檢測服務，係咪就可以幫到業界呢？咁都未必㗎，因為有啲檢測中心只可以做個別藥品嘅信心認證嘅啫。咁佢哋有啲中心負責人亦都講到，如果要中成藥要做到好似西藥咁樣有 GMP 水平，可能好多中成藥嘅製造商都要結業。浸會大學嘅中藥檢定中心入面，可以為中成藥做無菌測試，睇下微生物含量有冇超標，又可以用指紋圖譜分析中成藥主要成分含量有幾多。參與計劃嘅藥商每年要俾8萬蚊到30萬蚊，攞到一個認證。浸大中醫藥研究所呢一啲實驗室都已經參加咗香港實驗所認證計劃㗎啦。即係話呢度做嘅實驗品質係有保證㗎。呢度亦都有好多儀器，好似呢一部質譜儀咁樣，就可以檢測下中藥有冇含西藥成分。不過負責人就話唔係每一種攞嚟嘅中藥檢測都會測下有冇西藥㗎，因為成本太貴啦。如果真係話我哋要去睇一個中成藥產品裏邊係咪真係有西藥，因為西藥好闊嘅範圍，咁其實係一個好貴嘅測試咯。咁所以我哋只可以話針對係一個產品嗰個風險，或者過往佢有冇一啲銷售嘅歷史裏邊有冇一啲事故，咁去做一個分析會比較恰當啲咯。中成藥嘅質量同製造商息息相關。專家話，如果要以國際 GMP 水平，即係西藥生產嘅 GMP 嚟規管本港嘅中成藥製造商，相信有好多都要結業。而家香港有但其中只得7間有 GMP 啫。如果你話要500間要全部即嚴格執行 GMP 嘅話咧，一大半超過70%，可能就冇辦法再經營落去㗎啦。方宏芬又話：一般中成藥唔會摻雜西藥，但係如果藥廠又做中成藥又做西藥嘅話，就應該特別注意，避免藥品交